我係姚明，我係來自新界北立法會嘅議員。我19歲加入社區服務，21歲第一次參選區議會，直至唔同嘅社區路入邊咧，都有高有低有起跌，贏過輸過，咁啊，如果再翻身再起身過。2025年，我成為新界北嘅立法會議員，一直從政路上咧，我自己感覺自己都係一直都不孤單，因為有好多嘅義工嘅朋友，我哋嘅資深嘅朋友一直咧去到支持阿明，即係多謝支持啊，多謝。我哋老友記全部都係。我今一次嘅參選嘅主軸咧係以幸福北都為主題，希望能夠喺新界北生活、成長、讀書、工作嘅朋友可以有幸福北都嘅感覺。希望發展嘅配套入邊咧可以跟得上，無論公共交通嘅配套同埋豐原區嘅就業嘅機會，同埋更多嘅綠色生活空間，令到佢哋可以安居樂業。咁啊，所以未來呢啲發展入邊咧，我哋都會比較喺議會入邊咧比較去到上心去到關注咯。咁你提出咧要加快呢個北環線啦，咁呢條線咧對於北區嘅居民嚟講咧，點解咁重要？因為如果北環線可以有完善嘅貫通，變咗東西鐵兩邊咧係可以完全係一個連接咗，所以北環線嘅建設咧，對於帶動我哋新界北，甚至乎我哋全香港嗰個公共交通嘅配套，同埋更加便利到我哋市民去往來咧，係好發揮好大嘅作用。我哋希望咧唔同站點咧可以策略性咧分階段去到開放，唔好話等一條線開咗先去做。南金融北創科喺我哋北部都區入邊咧喺會發展啦，而喺新界北入邊咧好重要嘅位置，包括咧我哋高端專業物流服務嘅樞紐啦，同埋口岸經濟同埋創新科技。只要北部都區做得好，我哋相信咧我哋香港一定會再出發。